今仔日伫立法院有举办一场儿少权利促进会成立大会，有几个为无共党派立委到现场表达对儿少议题关心。这个促进会会长也是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，伊表示讲未来会加强对囡仔议题重视，特别是出生率的部分，希望讲会当收集正人意见，伫咧相关的修法来推动。 儿童节进程，伫无共党派立委的推动之下，立法院儿少权利促进会正式来成立。担任会长的时代力量立委王婉如表示，未来会照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，伫台湾落实儿少权益的推动。 守护儿童权利，其实有很多大环节方向都必须要一起来做推动，包括说我们的养育儿童的环境等等，是不是有给予家长足够的资源？ 王婉如表示，过去对相关议题关心的委员，拢有真侪意见。未来会甲相关儿少问题做统合，对儿童游戏权、生育率、伤价等等的议题加强推动。与会其他委员嘛讲，去年有囡仔的出生率，敢若只有16万个，少子化已经是国安危机。我们今天成立的促进会，它能够督促政府成立所谓的专责机构。这些专责机构呢？ 比如说，对于解决这个少子化来做一个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。立法院秘书长林志嘉讲，目前国内对儿童关照确实有欠缺，生育率是上大先爱解决的。未来嘛，通提供政府具体意见甲修法的方向。不过，民间团体大少明的秘书长刘志祥是认为，政府要解决少子化的问题，头一步应该要参青年世代来对话，唔是直直咧增加津贴。伊嘛建议立法院应该要监督行政院针对生育部分，参考日本、韩国。 提出生育计划版本推动起来，才有效。记者陈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